咱繼續來關心這高雄崙餅糕食安事件，到今通報送病醫人數增加到157個人。衛生局佇咧12個患者身軀頂驗出到沙門氏桿菌，衛生局甲檢調已經啟動這溯源追查路。即馬這受害者是愈來愈多，就議員表示講，業者因為無投保，可能就愛賠人上千萬。伊也煩惱講，這業者會脫產，建議高雄地檢署呢對這業者進行財產的檢考協助受害者。以140人來講，最高他可能要賠償4200萬。議員用食安法規定來估算，這回崙餅糕事件，摊商可能要賠上千萬，因為正義市場崙餅糕攤商無營業登記，嘛無保產品責任險，消費者無收據發票，若是要行法院真惡提證據。即馬受害者愈來愈多，面對未來民眾可能會討無賠償，議員要求相關單位除了啟動消費保護定數以外，嘛要展現實際作為。建請我們的熊檢能夠立即對業者進行財產的假扣押，以免以後我們的程序再跑，業者他如果偷產，那我們的消費者會求償無門。希望檢察官這邊也可以幫消費者這邊來爭取，可以達到一個業者與消費者還有公權力這邊一個3贏的狀況，達到迅速和解。檢調啟動調查，要保存證據，主要就是因為已經佇患者身軀頂驗出沙門氏桿菌，唔若發病緊，佫有可能會引起敗血症休克。佫有受害民眾出面講，初時早起買崙餅糕回來吃，暗時閃閃有5個人開始無爽快，落尾有3個人送急診，干那這幾天伊攏總走百60、70屆，加在伊80多歲阿公有即時送病機，若無效果真正惡安生。連自己爬起來去上廁所力氣都沒有，所以狀態很差，臉色也很嚴重。是有來得及就是送醫院，不然可能後續有可能，如果萬一嚴重脫水，就真的會出人命。細菌感染比較嚴重，甚至跑到血液中，引起腹瀉疼痛的症狀比較嚴重，甚至開始已經有發燒、畏寒的現象，那還是要趕快去就醫，因為那個時候可能就要趕快去用比較強效的抗生素去控制。因為細菌的來源到底是機能，還是有其他環境因素，佫需要等待衛生局的化驗結果。不然個攤商無法度閃避責任，民眾希望相關單位會當展現公權力，替消費者討回公道。記者柯家祖、顧兆陽、高雄場報道。